举重女将林子琪、许淑净接连传出染药。体育署昨晚与举重协会、国家训练中心召开会议，会中达成决议，举重国家队总教练蔡温义任期提前至4月14日。体育署副署长王水文今天表示，蔡温义在国训中心担任教练与总教练时非常认真，指导的选手在奥运也获得佳绩，但选手违反禁药管制规范是事实，依照规定，提前终止蔡温义担任东京奥运举重培训队总教练一职。王水温也转述，昨天会议蔡温义也有列席解释，在会中对于许淑净不慎染药感到非常自责，也认为自己没能照顾好奥运选手，一度哽咽，而他最放不下心也是许淑净的未来。至于新任总教练人选，体育署竞技组组长洪志昌则解释，蔡温义解职后，举重协会将重启选训机制，遴选新的总教练。至于需要多久，并不清楚，但他强调，当然希望越快越好。蔡温义执教生涯的最大骄傲，就是培养出奥运金牌女将许淑净。不过他的两大爱徒林子琪与许淑净双双传出染药，且体内违禁物质完全相同，才让外界把矛头指向这名金牌教头。